讲到大甲妈绕境进香，今仔是第3天啊。目前妈祖的銮轿已经来到嘉义神港，夜暗地自驾伫神港的奉天宫，现场上新的情形连线互咱的记者郑家豪，咱做伙来到了解。是主播记者嘉豪目前人伫咧新港奉天宫的头前，咱知影讲大甲妈祖9天8暝绕境进香，第3天的终点站来到新港奉天宫，第4天呢就是咱的祝寿大典，也就是咱所讲的祭祖这个仪式。所以呢，在这第3天，真侪海内外香客拢会赶伫第3天来到位，也为着要款待这香客的在地居民善心团体，因发起着这点心站的活动，想要来提供真侪好食的物件，咱来看因是安怎准备的。我来这破也只破20几天啊，就感觉讲吼，大家来到这拢足热的，所以啉椰子的这课佫会退血。所以我就想继续一直做。阮是新港的珍品服务团队，今年已经是第5天服务咱所有的妈祖的信徒。阮今年除了物资以外，我嘛有募到将近50万。大家拢非常期待食阮的素食煎饺，所以阮今年有准备6000粒的素食煎饺，佮有2300份的面线糊，4000份的素食油饭。欢迎所有妈祖的信徒来到新港佚佗。唔知偌济咧，一天我煮10斤啊，往来煮10天，还有今仔日。空客出来，我煮10天。啊，偌济斤？哦，我唔知几斤，但17人，往来变超1000块。以上。我们是在地的，我们3姐妹是在地人，然后就是，这个活动已经迈入第4年了。对啊，我们想说就是服务香灯脚这样子。对啊，我们有。在台北，我们有卖红豆饼。对，我们在这里土生土长的，这里就回来做红豆饼。所以等来故乡卖这车轮饼。我们是跟香客结缘。跟香客结缘。对，我们这个不是卖的哦，我们所有看得到的这些器材是1年只做1次哦。咱常常听人讲一句话，讲台湾上界水的风景就是人。Discovery 将大甲妈祖绕境进香列作是3大宗教活动之一。在大甲妈祖进香内面，咱看到咱台湾人是上界水的风景，邀请咱的所有观众朋友呢，一生当中一定要来行一届的大甲妈祖。以上是记者郑家豪伫咧婚林馆长嘉义新港的采访报道，咱将镜头交转去予咱的主播。